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风台轩兰诺，位于台湾东边的海面，讲已经转做强度的风台。本地是讲伊咧行的路线会偏南边，也就是讲影响台湾的几率会大大增加。也毋过拄则咱接到上新的消息，气象局的研判，这个风台会转北边往日本的九州来前进，所以影响台湾的这个几率就较低咯。气象局是来提醒，9月初1到初3，也就是拜4、拜5、拜6，是这个风台上届挖进台湾的时阵。拜4开始，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会落大雨，尤其是北部山区雨会落愈大。出日头的好天气，民众也用线炸日头，中台轩兰诺强度继续增强，路线嘛有偏南边的趋势，影响台湾几率嘛增加。气象局提醒，9月初1到初3会是中台轩兰诺离台湾上近的时间。明天晚上开始，一直到9月3号，刚刚有提到轩兰诺台风在琉球附近，打转离台湾比较近，最接近的时间应该是在1号到3号之前。按照预报路草来看，目前在日本南方海面正在向西边刷震动，31号接近琉球附近海域有往西南边往下卡行的趋势。外围环流对拜3开始，一直到拜6连续4天都会影响台湾的天气。不排除在这一段时间，在北部，尤其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，基隆北海岸，甚至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或是豪雨发生。今年第11号风台轩兰诺有可能伫今仔日转做强台，不过气象局嘛强调，因为轩兰诺离海面上边界也是有一段距离，虽然无排除会发布海警，不过犹原爱密切关注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